莫雷拉一早就講咗啊，唔打算長在香港出賽㗎啦，最少短期內都唔會有呢個打算啦嚇。佢而家淨係想間中翻下嚟做一個短期客串，例如幾個月咁啦。但係呢，喺個網度就有唔少所謂嘅賽馬 KOL 喺度亂噏24喎，仲有話呢，方嘉柏告東尼甚至莫雷拉自己都曾經向馬會表示過，莫雷拉有意長期留港，但係俾馬會拒絕咗喎。仲話因為莫雷拉曾經2次離開香港，唔俾面馬會呢個老細，所以先會咁喎。但係其實呢種講法呢係一啲力都冇嘅，除咗莫雷拉一早就話咗暫時唔會長駐香港之外都有其他嘅事件可以證明呢，佢哋呢啲講法係假嘅。如果馬會真係唔 like 莫雷拉，上年12月就唔會無端端整張邀請函俾佢，叫佢返嚟參加國際騎師錦標賽啦，係咪？莫雷拉自己都話收到邀請函嘅時候都嚇咗一跳。初馬會都唔批准方嘉柏揾莫雷拉返嚟做主帥嘅，但係自從莫雷拉跑完國際騎師錦標賽，話唔介意有時間返嚟香港客串之後，馬會即刻就開門喎。如果馬會真係咁要面子，真係咁唔中意莫雷拉嘅，就唔會咁做啦。俾馬會唔中意，以後都唔返得嚟香港嘅騎師係有，不過呢，應該係郭能利敬國蘇兆輝就唔係莫雷拉沈娜就最慘，想返嚟想到喊啦，都冇得傾。嗰啲人成日都話有內幕消息喎，其實咪隨口噏當秘笈。如果文雅啲講，書面語啲講，咪叫做一本正經胡說八道咯。至於莫雷拉喺香港跑完之後會去美國發展，合作嘅好似係戴圖理以前用開嘅經理人。點解佢要去美國？去日本呢，佢就間中去下好啦，唔中意長期發展嘅，唔係考唔考到試嘅問題。佢話咗㗎啦，佢喺日本冇朋友嘛，所以間中返去好啦。佢曾經去過澳洲，不過啲澳洲人係點嘅，佢喺香港都領教過啦。雖然華禮納呢就好欣賞佢，但係呢，佢跑咗幾次墨爾本杯都唔得都冇所謂啦。但係其他參賽嘅騎師呢，跑第7嘅唔使俾人鬧，跑10幾嘅唔使俾人鬧，跑到隻馬呢個名次遠到獎金都冇嘅，都唔使俾人鬧。佢跑第2呢，俾嗰啲澳洲馬評人評到體無完膚喎，俾隻你係佢都唔 like 啦，仲去澳洲有咩意思啊？去英國佢自己話嘅，英國嗰啲練馬師似乎對佢冇乜興趣而且有個講法話英國馬場嗰個騎師室呢係非常之污糟邋遢嘅，咪搞。反正佢都未去過美國，咁樣幾個月客串，咪即管試下咯，有咩所謂喎？有前練馬師話佢喺香港就等於氹仔浸蛟龍喎。但係有啲人呢就話佢應該返嚟香港至啱，包括方嘉柏其實都唔緊要咯，咪有得馬會冠軍喺香港做井底龍王咯。